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9月1号在家会主分享的是祷告的代价。我们要读耶利米书42章1到22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无论上主我们上帝的话是好是坏，我们一定听从，这是我们求你向他祈求的。我们若听从他，一切都会顺利。耶利米书42章第6节。经文主要提到犹大人求问先知他们未来当走的路，而上帝也透过先知预先来警告他们，如果他们往埃及，必遭祸患。最近我们看阿富汗的情况，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从阿富汗撤军，塔利班组织神学士迅速抢下阿富汗政权，加上总统甘尼据说惜款逃亡，而使当地民众遭受神学士压迫，情势陷入混乱。对于阿富汗妇女而言，最害怕的莫过于历史重演。塔利班曾于1996年至2001年统治阿富汗，期间以伊斯兰教条来规范女性，不得受教，不得工作，不得在没有男性家属陪同下抛头露面。在外出时候必须穿着布卡，就是伊斯兰国家的女性传统服饰，来遮罩全身。如果不遵守，他们就会遭受羞辱、强暴或者是枪毙等残忍的惩罚。20年过去，阿富汗妇女权力大幅提升，尤其是在城市地区。如今塔利班再度掌权，女性的梦魇仿佛又再次回归。对于未来，到底他们要如何继续走下去呢？今天的经文是有关耶利米的最后一段记载。约哈南众人来请耶利米向上帝寻求下一步他们该如何行。耶利米也答应他们会替他们向上帝求问他们的未来。他已得到众人的保证，他们说，无论上帝的话语如何，我们都必切实遵守。在10天后，上帝有话回复他们，答案就是他们应该留在犹大地，不能轻举妄动。上帝又应许与他们同在，拯救他们脱离尼布甲尼撒的追捕。倘若他们不肯听从这话，那么他们所要逃避的战乱和危险，必会在埃及追上他们，使他们无处躲藏。似乎他们已经从苦难中学到教训，知道顺服就能蒙福。然而，当耶利米很认真地寻求上帝的话语，并诚实来告诉众军长和百姓上帝的心意的时候，上帝也直接告诉了耶利米。但根据后面的经文描述，这些百姓根本就是虚假，想要来明白上帝的指引。其实他们内心打从心里就不顺从上帝的话语。当然，他们欺骗了上帝的结局，就是要付上代价。当人心惶惶、前途不明朗的时候，众军长和百姓，他们向先知来求助。如果你是先知，在今天，你能否成为别人在危难时的帮助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在我们面对命运的困境的时候，为我们指引一条义路。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周遭面对困境人的代祷者，也能够带领人来寻求你的道路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喜乐、身体健康。我们下次再见。